97之前，我哋個個都驚呢度唔知會變成點。每年幾萬人咁飛去外國做二等公民，離開容易，留低困難，要有勇氣。10年嚟，我哋留低面對一個又一個嘅難關，學到好多4字成語，無心之失，與時並進，共度時間，痛定思痛，查找不足，換嚟嘅係一次又一次嘅傷心、失望、懷疑。10年時間話咁快就過咗，望翻轉頭，我哋會發現冇咗好多珍貴嘅集體回憶。諗翻起當年英國國歌最後一次奏起，彭督兩個女喊住咁同我哋講再見。自此之後，呢度嘅男人都話我哋再冇淑女。我哋入到戲院，再睇唔到哥哥嘅精湛演技；去紅館再睇唔到妹姐嘅演出，甚至由細聽到大嘅獅子山下，羅文都唔會再唱到俾我哋聽。不過我哋都冇悶死，因為我哋仲有好多明星，有巴士阿叔，有 William 亨，有顏福偉，有 I Love You Boys， 仲有靚蝦王。以前全世界都好中意睇我哋嘅電影，叫呢度做東方荷里活。不過自從翻版出現之後，我哋就再冇人出錢拍戲，政府搞咗一大輪都冇佢符，最後都係靠偉大嘅 BT 成功打擊翻版。我哋嘅高官苦口婆心咁勸我哋要努力啲做人，生夠3個先至好停。點知轉頭李麗珊同我哋講，原來養一個小朋友要400萬。我哋買下衫，買下化妝品，去下旅行，供下車，供下樓，仲要養埋阿爸阿媽。咁計落，可能真係要中咗6合彩先至可以結婚生仔。以前有人話呢度係美食天堂，真係講得冇錯。我哋樣樣都有得食，有禽流雞、烤全豬、魷魚、蘇丹紅雞蛋、豬鏈球菌、孔雀石龍。不過大家唔使驚，啲專家話長期大量食先至會死。唔知幾時開始，我哋變得好聽教聽話，上頭講一句中國好，香港好，香港好，大家好。為咗推動呢度嘅經濟，我哋首先推動上面嘅經濟，買書北上，召妓北上，買股票北上，買老翻北上，沖涼揼骨北上，就連娶老婆咁大件事都係要北上。我哋咁用力推動上面嘅經濟，上面嘅人先至有能力落嚟消費。我哋就用少少錢嚟買佢哋擺到明係假嘅假嘢，佢哋就用大嚿錢嚟買我哋好似真嘅假嘢。我哋要用幾百萬去養一個無能嘅高官，啲高官講又唔聽，聽又唔做，做又做錯，錯又唔認，認又唔改，改又改唔好。最高級最低能嗰個成日要話問責，點知嗰頭就話冇提過，就等於冇咗件事。8年嚟最有責任感嗰次就係自動辭職，你話我哋仲可以信邊個？我哋香港嘅環境之中過咗10年，唔敢拍拖，唔敢結婚，唔敢生仔，唔敢拍戲，唔敢食嘢，唔敢留低消費。10年嚟，我哋樣樣都唔妥，樣樣都未解決，樣樣都要擔驚受怕。無論我哋係香港人、九龍人、新界人、中國人，定係從來冇諗過自己係乜嘢人，我哋一日未死，一日都可以去維園同啲阿伯講道理，可以繼續鬧政府、鬧高官、鬧社會、鬧制度、鬧盡天下事，咁樣先至係香港人。